好，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這件是假交易真搶劫，發生在台北市的大安區，有一位小姐甲嫌犯在網絡頂熟識幾啊個月，對方一直甲拐騙，叫伊着投資虛擬貨幣。13號暗時，迄位小姐領250萬，準備要當面交予對方，想袂到對方一摕到錢，就騙講要去刷車。這個小姐感覺無對當，大聲喊救人。加在有熱心的民眾幫忙壓制這個嫌犯。包包裡面有我的錢，真的。查某人是騙騙串，那話那個白衫的查甫人有條，因為伊的辛苦錢攏互搶去，邊的民眾感覺無對當，就來鬥相共。不要走。想袂到白衫的查甫人佫較喘，嫌啊軟腳，手佫畫壁，民眾嘛趕緊通報警方。你們是剛現場都看到人嗎？對。你們有看到人啊？我就看到這個姐姐，她說她搶她的錢，然後我在幫忙追。先壓制之後，我趕快過來幫忙壓制她。搶案發生在13暗時9點多，台北市大安區仁愛公路路口。根據了解，做金融業的蔡姓查某人，佇社群媒體熟識講是北上的張姓嫌犯，雙方開講幾啊個月，張嫌偷偷引導洗腦投資約民國，結果張嫌250萬摕到了後，騙講要去刷車。蔡姓查某人起懷疑雙方就悠悠樂樂，起訴甲民眾看到嘛來鬥相共，警方嘛隨到場來壓制。他說要闖過去來就收錢。你們講話。這是你的東西在。張姓嫌犯佇燒入的過程當中，佫走甲吐，只好先叫救護車送醫。全案依搶奪及詐欺等罪嫌，移請台北地檢署偵辦。加在查某人成功甲錢摕轉來250萬，一線攏無減，警民合作抓人，無互嫌犯甲錢騙去。